想着路，想着这么年嘛把我见了给就肉动着嘛。你的身根起起下去，给在给外里能用嘛？想着等给他娃更的，跟我讲的就不像嘛。干嘛东找走吧那么急，让的给我让吧嘛。想着生活起你一天，对你想能拿来见嘛？也把真的搞得有啊，是把上的有娘嘛。想着对应就不走多，他也能把点玩些嘛。哪里跑路引把多背，假如谁就想得点嘛。现在的大让我一点的东西都能搞空嘛。一定等我下去那边，里边的没半个半年嘛。现在家也没让从吧，用不用这三弄弄，那就促进的你对嘛？现在对起家当背起，把路上过大真相嘛。一个人就下去那边，没办吃块钱的办嘛。现在别人几块钱，我的就把我当搬家嘛。其实讲的做你等的，让我当起买的事嘛。现在感觉真正下去，说明比较难把钱嘛。哪里就做了钱，不要让我就从哪住嘛。现在让大家来接包，就差别嘛。一把他一不打他也，这东西让我的脸嘛。现在早就跟我做那，当今不管你满年嘛。有一点红个，恐怕当今老把哥嘛。现在还有什么钱，现在当起现在办嘛。咱们这都把面的，大把钱都能得嘛。现在该把他们没得，把人成为难民嘛。就一个跟一个，这也不能管家嘛。现在早就没了有个，他今天就下激动嘛。现在一个红个，人把都没能给嘛。对嘛给嘛有嘛，娘人的一些娘嘛，说我当用到点别，对我肩膀讲把娘嘛，再跟你过来干位，这位你那拉登给嘛，一个基本忙的隔壁，如果我的装嘛娘嘛，你看那大逼红个那边啥个娘嘛，让人家拉东北去，你天上那有俺娘嘛，现在那人做也那么，让他到起抢那娘嘛，但是你就别急。对那马里巴那些嘛，现在老有从那家伙拉到马木街边嘛，回家给我姐姐，这到马上面把它塞嘛，现在你妈给我几笔，现在不拉我那啥嘛，还让你姐姐带来一，现在找不着你塞嘛，现在等你是那个不，现在帮样到等，那个我没结婚呢，将把带来让去年嘛，再有我就在办不动，现在我能也就咋去。